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。今天是2024年12月13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沪指放量下跌，A 股三大指数跌幅均超过2%，沪指跌2.01%，跌破了3400点，深成指跌2.23%，创业板指数跌2.48%，成交额20692亿，4410家下跌，主力资金净流出将近1000亿可以说这是放量下跌涨的时候前几天涨成交量都没有2万亿。为什么跌？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，对吧？我在2个月前就说了，12月10号前后要小心这次为什么晚了几天跌呢？是因为开会小作文，大家都知道开什么会吧，所以前面谈了2天。为什么跌呢？我在以前节目就说过了，就是大家对这个数字对吧？12月10号前后统计局的、海关的数据、住建部的数据、央行的数据都要出来，那这个数据它就要反映9月底10月份这些政策它到底有没有起到效果。而根据这个统计局的数字呢， CPI、PPI 这些数字都没有达到预期，已经2个月过去了，没有见到效果。韭菜对这些小作文，对吧？对这些会议已经脱敏，被骗1次，被骗2次，被骗3次，一而再再而三，所以实际上是一种信心丧失的一种表现。昨天节目我也说了，这个市场散户很难赚到钱，对吧？到昨天你或许还有一些盈利，你看今天你要腿脚不利索，马上就买进去了。这种走势隔3差5来一次，对吧？你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一旦被套，你现在面临的就是解套，割肉还是死扛。割肉你又面临着再次杀进去，再割肉，死扛钝刀子拉肉，一直往下走。这些说牛市的人自己好好问一下自己，怎么就牛市了？什么东西发生改变了？股市的基本面改变了吗？制度改变了吗？都没有。然后就是开了会，所以它就是牛市。哪年不开会哪个月不开会开会就能走牛？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会开完了。关于这个会议我也就不念稿子了，这个大家看视频。在财政政策方面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，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提高财政赤字率，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，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，使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兜牢基层3保底线。专家表示，这些要求明确了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的落地路径。而在明年的经济工作当中，又提出了在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新的提法。那么这些提法都会现实的转化为，比如说提高财政赤字率等具体的政策举措。而这些举措，它会和一揽子增量政策形成紧密互动的关系，非常鲜明的告诉市场，告诉各方，明年中国在宏观政策上力度是不会减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最鲜明的一个预期。在货币政策方面，明年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适时降准降息，保持流动性充裕，使社会融资规模、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、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。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理解，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时代的这样一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我们现在一方面需要稳增长，另外一方面我们更要的是创新，持续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转型，是要通过新质生产力去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。这就决定了我们整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，它不会是大水漫灌，而是要提供充裕合理的流动性，去保证货币政策足够使用，流动性足够使用，同时货币政策依然会强调它的灵活性、精准性和有效性。围绕大力提振消费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，明年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，加力扩围实施2新政策。从中国消费来看，未来发展最大的趋势是服务消费。就中国的商品消费已经占 GDP 的31%了，其实并不低。但是我们的服务消费、文体、娱乐、旅游等等，其实这个比例还是很低，还有很大的空间。专家表示，当前我国面临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，大力提振消费将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巨大潜力，激发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。在消费上，包括过去的2新这个促消费的措施，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扩展，那么甚至会包括一些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，来进一步促进的消费。这一次呢，把相关的提振消费方面的任务放在很前面的位置。那么这其中呢，就有一些新的具体的举措。
特别是两性当中的以旧换新政策。那么在今年已经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，而明年的要求明确说的是加力扩围，那就意味着明年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很多在消费的时候，那么你会看到政府对于这个消费的补贴还会有很大的力度。与此同时呢，补贴的范围品种也会进一步的扩大。那么这些呢，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实在的这种利好。此外，会议强调要提高投资效益，明年将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，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，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，及早谋划“15+5”重大项目，大力实施城市更新，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。每次一开会，这些专家一个个的跳出来，闭着眼睛说好，鼓掌，就是好，就是有用，就是管用，一针就灵。你说你有什么办法？哪一年不是这样的？大家回忆，哪一年不是开完会，专家都说好，说不好的禁言了，然后就这么周而复始。金融消费者这年年上当的当还都一样啊！不光是这些专家啊，连这个腾讯的马化腾都出来写文章呐喊。这个马化腾在人民网刊文，人民日报啊，这你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，那肯定不是你自己要发的，不信你试一试，你给人民日报投稿，那都是叫特约文章或者叫命题作文。我们看看这个马老板呢，小马哥命题作文答得怎么样？12月12日，马化腾在人民日报发文称，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推出，聚焦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痛点、堵点，全面回应市场呼声，让广大企业感受到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坚强决心，也奠定了大家杠子当头、勇往直前的信念。他这文章很长啊，自己去看去。总之，我觉得小马哥他这是 AI 写的，人工智能写的还是自己写的？如果要是人工智能写的，我就佩服了。腾讯的人工智能水平已经很高了，如果他是自己写的，就觉得水平不咋地。现在经济不太好，大家都缺钱，现金流都缺。你马化腾，你腾讯，你又不缺钱，你甚至是垄断，你当然感受不到含义啊！你当然说好了，你当然鼓掌，对吧？请那些在这个悬崖边上挣扎的那些民营企业，对吧？让他们来说说话，对吧？你请马化腾说话有什么用呢？马化腾真的不缺钱，腾讯大把的现金花不完，对吧？腾讯是真正的叫现金牛啊，他的苦恼无非就是比去年少赚了一点，甚至比去年还多赚了一点，不知道钱往哪儿放，只好回购自己的股票。所以你让他说不具备代表性，也就没有了说服能力。也就是今天啊，这个股市的走势啊，实际上就是金融消费者拿脚投票，不再信了。那有人就说了，是不是就这么下去了？也不要那么极端，对吧？你这种心态炒不了股，它就是下去是阶梯式的，走一走，弹一弹，一旦跌破3200这个箱底，那恐怕就会加速下跌，后面啊恐怕还受小作文影响。总之啊，整个12月份恐怕还要震荡。1月份大家记住了，就是农历春节之前，正好赶上1月10号前后这些数据出来。1月20号特朗普上台，大棍子就抡起来，所以大家想象一下，是不是稀里哗啦跌到哪里咱也不知道，你只能是金融消费者啊，叫自求多福。一个牛市的特征，它应该有一个或者两个领涨板块，那个板块它就一直在涨。你现在看看咱们这个股市都是什么板块在涨？妖魔鬼怪，对吧？妖股横行，玄学炒股，板块轮动。板块轮动什么意思啊？真正的牛市，它有一个板块，甚至两个板块，它是一路长红。所以在股市里面打拼的这些金融消费者，要牢记啊，股市里面是9亏1赚，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，都是这个特征。牛市你只能是亏的更多，对吧？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金融消费者，对吧？你买到的都是零售价，对吧？你买到的东西成本是零售价的1/10，可能还到不了。小散户啊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你所听到的一切，你所感知到的一切，都是庄家想让你知道的，都是操盘的，希望你能看到的 K 线都是给你画好的，对吧？永远要记得，上涨是要买单的，救市也要买单，谁买单啊？你总不能让裁判买单吧？永远不要忘记，你账户上波动的是数字，你把拿到口袋才叫钱。而且记住了，一般的往上涨，红色的那绝对是数字，变绿了，亏本了，那是真的是钱，是肉啊，肉疼。所以我一直劝啊，如果你在这个市场你还赚了钱，你赶紧走啊，对吧？赚2万，赚20%，那你是赢家呀！你赶紧主动离开，你是为数不多的在股市赚钱的，不要亏完了以后不得不离场，对吧？
对吧？赚钱不离场，非要亏着钱，最后一怒之下壮士断腕，断臂求生，发誓再也不炒股了，那不是重蹈我的覆辙吗？那你天天看我节目不是白看了吗？咱们踩过的坑，不希望你再踩一遍。这个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他说啊，养懒人是奢谈，中国现在在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和大部分富裕国家比还有距离。这个邢自强在财经年会2025上面谈啊，他说啊，中国的消费率偏低，其中一个核心原因是预防性储蓄率高。他指出，不仅是城市的中产阶层、中高收入群体，甚至城市中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民工、外出务工人士，储蓄率达到了45%。部分原因是享受不了常住人口所在地能够达到看病医疗、小孩上学、保障性住房、医保养老这些福利政策。他说啊，如果要实现让中低收入群体、外出农民工都能享受到相关服务，也需要中央政府在这个方面把财政的支出大力转移。他说啊，他指出要从过去20年比较适应的建设端、供给端、基建端支出转向社会保障端。而很多人担心会不会使得中国丧失竞争力，甚至养懒人。国际上大部分富裕国家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占到它整个 GDP 的25%左右，是一个国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内容。中国现在社保福利支出占到 GDP 8个百分点左右，已经比2012年大幅度上了一个台阶，比当年的4%翻了一番，但离发达国家还有距离。现在说实现农民工落户的医保、社保是养懒人，是奢谈，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和空间实现社保覆盖，释放这些预防性储蓄，刺激消费。他说啊，我觉得这个邢自强说的还比较靠谱，也就是说提高居民的社保、医疗，提高他的老了以后的保障。你只有真的做到了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，那现在的人呢才敢花钱，否则大家只能把钱往银行存，因为能够让你养老，能够让你老有所依的啊，能够让你度过就是比较舒服的啊，度过老年，有银行的存款。很多人理解不了这个，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，只有银行的存款能够让你养老，其他的一切都不行。就目前啊，儿女你也指望不上，因为他不啃老就不错了。这个社会年轻人压力更大，又要买房，如果生孩子那就更完蛋，然后他再不是养老，你说他也没时间，他也没那精力，所以对吧，你唯一养老的保障就是工行的存款，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不敢花钱的原因。所以邢自强认为啊， GDP 的8%作为这个社保福利支出还是低了一些，对吧？离发达国家25%啊，那差得远，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然后邢自强说了，要从那个大基建，要从那个盖房子，要从那个各种建设中把钱转出来，不要再去搞那个了，转向社会保障端，这种嘛，那才是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呀。今天这个带量大跌啊，看样子胡锡进老师也受伤不轻啊，损失至少5万块啊，即便啊他以前有些盈余，略有盈余啊，现在估计一把又还回去了。这个胡锡进老师啊，对这个大会那是非常期待，抱有很高的预期的。他说啊，接下来的中国经济非常值得期待。我想啊，胡锡进老师去年这个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如果大家无聊的话，你把胡锡进老师啊2023年12月份大会之后那个微博找出来看看，是不是也很期待？或者你再把他2022年12月份的微博找出来，年年期待，年年落空。他说啊，这次会议的成果必将转化为动力。他这中间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啊，他就是反正就是结论，反正只要开了会，那就必是成功的。为什么成功？为什么转化为动力？这个不需要论证，反正你要接受这个结论，告诉你都是结果。他说，传递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末梢，产生我们大家期待甚至超预期的影响和效果。反正胡锡进老师吹了一辈子喇叭，抬了一辈子轿子，习惯了，这是他的分内工作啊。他的退休金啊，多多少少还包含这一块工作，要不然他那个一个月1万多2万的退休金拿着不踏实啊。这胡锡进老师最近啊，总是在为年轻人鼓如呼啊，似乎非常关注这个年轻人，不知道是几个意思啊，对吧？他前几天不是年轻人的性萧条吗？昨天是年轻人生孩子，今天是年轻人离职。他是这么说的啊，他说一个职工大概也只有离职时才敢跟单位打这样的官司。他这个是在写一个这个工人日报啊报道的一个案例，说一个男子啊4天年假未休获4000多元补偿，也就是这个职工啊跟他的单位通过劳动仲裁维护权益，
这么个事情。胡锦老师在这个下面进行评论，他说现在搞无偿加班和无偿占用员工年假的，在国有机构里很普遍，劳动者通常很无奈，因为工作不好找，一些管理者给员工肆意增加工作负荷，迫使员工无偿加班，因为认定员工不会辞职，这种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人的强势是很不道德的，如此对待员工，单位长期也一定好不了。他说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利，加班需有足额加班费，光靠各机构管理者的觉悟不行。他说劳动法要专门朝这个方向长出牙来。另外各种行政检查很多，应该有针对这个问题的大检查。其实只要提高效率，工作时间少，少开无效的会议，东扯西扯，少搞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和内耗，就能把大家的休息时间充分保障出来。员工长期加班带薪休假无法保障的那些机构都应反思。这个胡锦老师啊，还是主要说的是他以前环球时报的一个情况，这是亲身体验。不知道胡锦老师在环球时报的时候，这环球时报的员工啊加班程度多不多，带薪休假有没有保障？他自己是主编呢，他自己是领导啊，他可以谈一谈他的经验，强调啊用人单位对劳动的权利进行保障，这个是应该的。什么带薪休假，什么不加班，加班就要给加班费啊，这个都是天经地义啊。但是为什么咱们这儿做不到呢？也只有外企能做到。这里面我觉得啊，对民营企业来说负担太重，民营企业卷得也很厉害，一边是沉重的负担，一边是竞争激烈，内卷加剧，它要降成本。所以说啊，如果你希望私营企业的员工的劳动保障得到加强，对吧？比如说婚假你给他放2月，生孩子你给他半年放1年，这个都没毛病。问题是你要给这企业减负，政府啊恐怕要做得更多，就是政府要给企业减负，企业就是再要求企业要善待职工，给企业职工啊足额的这种福利，否则你就是一句口号，就是空喊。那事业单位央企呢，那正好相反，央企国企那恐怕跟胡一金老师说的一样，就是少开那种无效的会，少东扯西拉的，你效率提高，你根本不需要加班，因为央企国企都是垄断，哪有那么多事啊？你说中石油中石化你加班干啥呢？加班研究如何不降价，什么找什么样的理由，对吧？这个海外啊原油的价格怎么波动，总之你这个价格不能降，他开会干啥呢？甚至啊这些央企国企如果加班的话，你要给他加班费，他这变成一个福利来套取资金，对吧？本来不用加班的他也要加班，反正你给他3倍的工资啊，国庆节不用上班他也要上班，对吧？把这个当成一个套取大头资金的一个工具，大家这个好理解吧？本来你300一天，你要是国庆节上班，那就变成3倍工资，变成900、1000，这不变相是福利了吗？对央企国企啊，反正那个花的也是不知道谁的钱，花的是大头的钱，也不是私人老板的钱，那就加班呗，周六周日加班，晚上加班，既显得很忙碌，又给大家发了福利。所以说啊，央企国企不觉加班，对吧？你把时间利用好，不用加班的。事业机关，对吧？那事业单位机关你更不要加班了，你加班就是添乱，少开点会就不需要加班。所以胡一金老师他是站在前环球时报总编的这个位置说的这话，他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了解不多，对吧？他设身处地的想的是那个事业单位国企央企，而国企央企恰恰不应该给这个加班费，不提倡加班，到点就是下班回家。最后啊，我们再看看胡一金老师他转发了一个视频，大家看这个视频啊。
这个视频应该是个段子，但是不要紧，这个段子它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嘛。胡锡进老师评价啊，他说男人就该是这样的，闯荡拼搏，然后带着钱回家。他说过去的男人是这样，今后的男人还应该这样。胡锡进老师没有看出这个视频心酸的地方，他只看到了带着钱回家。这个视频啊，心酸的地方在于现在离过年明明还有将近40天呢，这些人就已经回家过年了，是不是早了点？这40天他从哪儿赚钱呢？最近啊，大家可以看视频，有很多网友反映北京上海那个地铁里面好像都已经比平常空多了，就是感觉今年的年比往年要早，很多人开北京上海已经回家了。为什么回家？赚不到钱，不如早点回家过年。如果他们在北京上海能赚到钱，在广州深圳在大城市每天都赚到钱，他肯定舍不得回家，这么早回家过年。春运毕竟还没开始啊，所以胡锡进老师他还是缺乏对中国农村的了解，对底层人的了解，但毕竟级别比较高啊，所以他比较容易被这种廉价的正能量所吸引，他看不到背后的辛酸呢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